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9月12日，心旷神怡2，心懊悔，来认罪悔改。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一直读到12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2章19到20节。他们对撒母耳说：请为我们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我们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撒母耳说：不要怕，虽然你们做了这恶事，但不可离开上主，反而要专心侍奉他。懊悔是一种希望自己过去做出不同决定的情绪，因为该决定的后果是负面的。简单来讲，就是不应该做已经做的事。很懊悔，早知道我就不这么做。后悔实在是让人很痛苦，因为已经做的事，现在要承担的是那个结果。伴随着后悔的是自责，被认为会刺激矫正行动和适应。是，如果我们后悔，而且能够悔改，不只是懊悔而已，而是改过来，那么会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危机的转机。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总共这4章里面，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句也就是第12章来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以色列人民，他们发现透过撒母耳的话语，他们发现他们真的不够认识上帝，因为他们傻傻的一直在犯错，就是他们其实没有看见上帝怎么爱他们。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没有看见身边的人其实是这么爱我们，这么在乎我们，直到有一天身边的人不在了，我们才想起，或者是我们遇到怎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停止原来那个的错误的方向，然后能够转回来到正确的方向。这经文里面到12章，其实撒母耳是透过神的话说，神既然拣选了我们，就不会抛弃我们不管，因为这一群以色列的上帝的百姓已经知道错了，因为他们弃绝上帝，想要立一个王，他们觉得立一个王好像比信靠上帝更有用，以至于他们得罪了神。透过撒母耳的提醒，他们知道了，我们罪上加罪可是撒母耳告诉他们不要怕，虽然你们做了这恶事，但不可离开上主，反而要专心侍奉他。那我们就来看，既然神给我们有新的机会，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么我们下次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好吗？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犯错的。从我们一开始的第9章，我们看到上帝尊重也让他的百姓有自由的选择权。虽然他们选择离弃神不要神当他们的王，而是要再立一个王，于是神拣选了扫罗。我们看到扫罗，这个年轻的扫罗，他真的是有一些优点在这个章节里面，第9章我们看到他超过上百里路，走了上百里路，只为了去帮他爸爸找寻他爸爸失落的动物。他谦卑的听仆人的建议，去询问先知，而且还很尊敬的去预备一些礼物，相信他有许多美好的特质。那么在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是一连串的巧遇跟撒母耳的巧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啊，这个看不见的手造成引起我们所说的神奇奇事，就是这么多的巧合，其实都是神他一直在的一个事迹，一直在的一个证明在生命中很多的巧合是带来神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来祝福人，是不是那在祝福人的当中，我们知道人有限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虽然他是一个算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很贴心父亲的儿子，但有许多他需要被建造跟磨塑的，以至于在第10章的时候，这位上主拣选他的上主，给他一个新的心，全新的心就是要让他能够承受这样子的拣选使他能够带领这批的以色列的百姓在迦南地能够过得胜的这样的生活因为神顾念我们所做的错误的决定他也担忧他也跟我们一起承担这个错误的决定，他会供给我们所有需用的一切，说我们是不用怕，但我们可不要再犯这些错误来得罪神。而神呢也是来带领着扫罗，虽然神不能赞同有新的王，但神给他们一个君，也让他们透过上帝的带领，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第11章就看到神的同在，使他们真的是所到之处扫罗他真的是可以来得胜。当然从这个经文里面也看到扫罗他不计前嫌他这个没有来秋后算账，他仍然持续往前走神同在他就能够有一些得胜因着当然不是因着他，而是神与他同在，他能够展开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因为神给他一个新的心。不管人怎么看扫罗，扫罗怎么看他自己，神要的是我们愿意顺应，我们愿意顺从他，他给我们这个位置，他给我们这个职分，他给我们这个职分要守的要负的责，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全心信靠神。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呢？特别在我们懊悔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哎呀，我们做错了决定，求神你来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也是这样懊悔的时候，有很多的很深层的这个内疚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神没有要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持续的带领，而且与以色列民他的民来同在。所以我们有懊悔做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错，勇敢的承认，而且我们要这个看看情势，是第二检视这个情势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所引起的负面的影响，判断所做的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要提出来，我们修正错误的计划。第三个，我们要负起责任，积极解决，不要指责别人，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怪罪自己。好，那我们就想尽办法，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用时间来付上代价，修正这些错误。我们的主会陪我们走过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的神要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好不好来默想，在我们生命中什么让我们现在仍然很懊悔的，我们是否愿意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来帮助，来认罪悔改，使我们能够付完这些错误的代价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首歌我非常喜欢，我们也可以用这首歌来默想，放下一切忧伤跟羞愧，放下一切痛苦跟残累。主，我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我要紧紧抓住你，因为你是我的主。
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也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经被主你救赎。我们一起来祷告。救赎我们的主，谢谢你，因着你替代我们的错，赎回我们。十字架上的宝血，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定死的生命，替代我们，救赎我们，换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全心来开始。谢谢你应允我们，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也在于你。愿我们的生命因着靠着主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所做的，要能够荣神，能够对人有帮助。谢谢你愿意与我同在，帮助我。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新的盼望，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就跟着主一起来工作，一起来活出今天的美好。我们明天见。